咱即摆来讲一个渐深色的议题，就是咖喱莲螺拄呛到咖喱莲螺。咖喱戏主要是请互神看的，咱讲请咖喱，一般分做驱邪除煞甲祈福修神两个戏路。特别是邪神的时，爱先开锣请咖喱，了后其他的戏出才会使上平。嘛因为邪神请咖喱现场无讲口碑，就爱连续锣鼓来吹戏热场，咱才会甲讲咖喱莲螺。咖喱莲螺这个俗词的读音，嘛因为咧的后壁上接近的音素是伊这个音，嘛才会听起来亲像是咖喱莲螺。咱教典写做咖喱莲螺，凡说也有通开课甲讨论的空间。咱即摆若要讲八字都还没一撇，也是讲事情连个起头都没有，台语会当讲都还未咖喱莲螺咧，也是简单讲还未咖喱螺，拢会使的。